观光局之前有宣布，要参加旅游团的民众，只要有加48点钟来快筛阴性的证明，就会使出团。江景园即马有开发出一套 COVID-19 线顶实性快筛认证的服务，会当协助民众伫上短时间内摕到采检的认证。一透早，游览车已经准备要载民众出去佚佗，就请进前大家提出手机啊，透过数位认证，证明家己的健康状况。免搁了时间在现场体检等待结果。其实前面10分钟就完成，后面是等15分钟是完成那个最后等待的时间，所以其实还蛮快的。有第三方认证才算公正，才有那个公信力。我想大家才比较相信，因为这种照相的毕竟还可以移花接木吧。依照防疫规定，无注满3剂疫苗的民众，必须要有48点钟内快筛阴性证明，才使参加团体旅游。江景园即马开发出一套线顶实性快筛认证服务，透过第三方单位的认证，民众免出门，就使先透过实性摕到证明。在一些大型的聚会，在一个场合里面，像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点招叫招啊，甚至在扩大到这种所谓的高科技产业，像在 IC 的封装厂，因为它的排班的班组人员比较稀少。然后你要调度班次不容易，还有飞机的机组人员啊，这些都是可以应用在各个生活产业面向。除了民众出去佚佗用得到，这项创新服务袂使用在有防疫需求的办公室，也是科技厂房来提悬工作效率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